歡迎收睇11點最前線，我係楊安怡。學聯決定星期六上機，要求見中央領導人。學聯夜晚開會之後，決定後日星期六上北京，要求同國家領導人會面，並且敲定由3人上京，包括秘書長周永康以及另外2位常委鍾耀華同羅冠聰。佢哋將會搭飛機到北京。周永康認為今次有必要成行，直接向中央領導人，包括係總理李克強同人大常委表達政改嘅訴求。就係點解北京依然係需要上，即使你話中間好多所謂嘅橋梁，佢都將大家一一排除在外。大家有時會問：去北京有冇用嘅呢？或者你去北京，你覺唔覺得驚？或者你有冇評估過嘅後果係點樣？我呢個時候其實我哋會諗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大家要驚呢？我哋怕啲咩嘢呢？今年政改諮詢第一輪諮詢階段，個政府係如斯不堪嘅時候，佢搞得差，佢唔處理，唔代表我哋會容忍，我哋會企出嚟。佢哋表示會帶一啲我要真普選嘅標語上京，暫時無法估計能唔能夠上機，亦都唔知道能唔能夠進入北京。咁其實即係佢入唔入到境咧，我諗呢個係要睇翻即係話即係入境處或者係北京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即係佢哋嘅嗰個處理方法點樣。咁呢個係即係你話即係冇辦法即係預料得到嘅，因為你話即係如果香港人或者學生本身係有咁樣嘅權利係直接入大陸嘅話，其實理應係入到境嘅。咁如果你話入唔到境嘅話，咁必然大家會即係朝住即係香港本地抗爭繼續去做。高等法院拒絕旺角佔領人士對臨時禁制令提出上訴許可申請，同時唔批准暫緩執行禁令。抗辯人表明會再上訴。入稟人代表律師就話會盡快執行臨時禁制令。消息就話警方最快會喺下星期一協助執達利執行禁令。先由陳婉婷報道法官嘅理據。高等法院星期一延長旺角同埋金鐘中信大廈嘅臨時禁制令，其中喺旺角佔領區2個被告向法庭提出上訴。抗辯人嘅代表律師向法官提出嘅理據包括公眾秩序問題應該由律政司處理，以私人訴訟嘅方式處理違反基本憲制原則。律師同時要求法官暫緩執行禁令，因為禁令冇清楚講明點樣將法令通知佔領人士，現場嘅人並唔清楚自己點樣先算係違法。法官歐慶祥認為理據同之前重複，冇爭辯空間，拒絕上訴許可申請，亦都唔批准暫緩執行。抗辯人一方話一定會再向上訴庭申請上訴，但係確實幾時做，而家仲要商討細節。法庭下晝再開庭釐清禁令嘅執行細節。律政司代表重申喺訴訟冇角色，如果有人涉嫌藐視法庭被警方拘捕，會直接帶到法庭尋求指示，律政司唔會起訴。但如果佢同時涉及其他刑事罪行，律政司會另外處理。被告嘅代表律師戴啟思就話執行上有困難，如果涉及嘅其他刑事罪行更加嚴重，應該先按警隊條例帶到裁判法院，抑或按禁制令先帶到高等法院呢？中信業主代表律師余若海就認為兩者冇衝突，相信高等法院同埋裁判法院都會用常理，按住實際情況彈性處理。法官歐慶祥要時間再考慮點樣修訂，呢2日會落實臨時禁制令嘅內容。入稟人嘅代表律師就話一收到禁令會盡快張貼同埋登報。我嘅當事人係會全力依據法庭嘅判令指示，喺執達利同埋警方嘅協助底下，全力盡快執行禁制令。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婷報道。消息話，警方最快會喺下星期一協助執達利清理旺角同金鐘中信大廈外面禁制範圍內嘅障礙物，會先處理中信嘅範圍嘅。有留守嘅佔領人士話唔會阻止，因為要保留實力，避免被拘捕。劉錦輝報導。旺角佔領區仲有大批帳幕，警方喺部分帳幕貼出告示，話檢走13袋石頭同3袋石灰粉，如果市民想攞返，就要到旺角警署。佔領者已經將私人物品一袋袋放好，一有事就即刻帶齊細軟走。佢哋話要保留實力。企喺行人路望咯，都要撇啦，冇理由企到俾佢嘔啊嘛，你痛啊嘛。係公民抗命，咁但係若果坐喺度俾佢拉個拉晒，咁樣唔使抗命啦。係咪先？我哋爭取到嘢未啊？
喺另一邊，金鐘中信大廈對開嘅佔領區，剩低留守嘅人得返10個，門口鐵馬就只剩返1層，其他鐵馬都由示威者自己搬走。有去清咯，有去清啦。因為而家警方係授權可以執法㗎嘛，咁如果我哋去阻止呢啲執達吏而俾佢拘捕，好似有點而無謂。入稟人最快呢2日會攞到蓋咗印嘅臨時禁制令，之後會到場張貼。由於佢哋要俾時間在場人士執嘢，消息話警方最快下星期初會協助執達吏到場，先清除中信對開障礙物。至於旺角，由於人同埋障礙物都較多，會再較後時間清理。有線電視記者劉錦輝報道。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強調，警方並非介入民事禁制令，而係配合執達主任行動。呢個唔係介入嘅問題，而係我哋根據法律，因為可能有呢一個刑事藐視嘅行為。當有申請人用民事嘅程序去申請呢個禁制令，而仍然有人係公然違反呢一個法治精神，係唔尊重法庭嘅判令嘅時候呢，呢個係一個新嘅另外一個形式嘅刑事嘅行為，所以警方呢亦都係需要呢係採取行動。民陣同一批嘅示威者下晝遊行到警察總部抗議，質疑警方拘捕佔領行動嘅義工係濫用職權。警方就話遊行未經批准，雙方一度推撞。和平佔中就發聲明，強烈譴責警方無理拘捕。施樂秋報導。立即撤銷控罪，警方濫捕可恥。一批民陣成員由金鐘佔領區遊行到警察總部，聲援2個被拘捕嘅義工。佢哋質疑警方濫權。起步冇耐，警察作出警告。呢個係警方發出嘅警告，佢哋正在參與話佢哋嘅遊行係非法，雙方推撞。2個被拘捕嘅義工郭兆傑同柯耀林都有參與遊行，佢哋話會繼續做糾察。當時有冇將啲手帶索喺啲反點？我哋冇做到。我哋係冇做過嘅，係啦，我哋冇做過。咁我當時亦都係通知，透過對講機係通知我哋嘅糾察同事係報警啦，亦都問下在場人士有冇人報咗警嘅。如果有案情發生嘅話，我哋都會制止、防止同埋確保佢哋唔會離開嗰個場地度。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朝早再到金鐘佔領區。佢驚我多過我驚佢嘅，唔係佢都唔使偷襲嘅。我唔會驚佢哋嘅。即係唔會影響你個病？唔會，咁點會影響啊？會唔會覺得而家呢度唔安全啊？我出得嚟我都覺得安唔安全我都要接受㗎啦，係嘛？事發喺星期3下晝，有人向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掉發臭嘅物品，被其他人制服同埋阻截。警方拉咗5個人，包括義工郭兆傑同柯耀林，全部人獲准保釋，月中再向警方報到。有線電視記者施樂秋報導。警方發言人回應話，假如市民目擊任何人干犯罪行，應該立即通知警方。當市民有需要立即制止犯罪行為，甚至係制服疑犯嘅時候，只可以使用當時合理同相稱嘅武力控制疑犯，並冇搜身嘅權力。假如喺拘捕疑犯嘅時候，有市民係使用過分武力，可能需要承擔法律責任。